我没有蛋糕，也没有松饼，那我就纯粹很单纯的就是只有卖咖啡。但是我希望除了咖啡之外，客人还可以喝到一个比较天然的食材。我会以当地小农的农作物，然后去融入到我的咖啡里面。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特色。了解农友，了解为产品，我常讲这好像是良品的集合。因为接触了到银行，认为了这行业，我就多了到认识亲到朋友，所以了也走在讲很爱自己的这样一个理念，不断去跟自己对话。它也好比像一个种子，哈，让自己的能量哈不断的饱满。做咧小碰碰的时节吼，我人哋我学的碰碰，大一点碰碰是按军规的。我食公司他们讲吼，你做事情是要有信用，你小碰碰买了碰碰，你绝对一滴假米都不能买。养着条从前，春风过去，强娘都后每爱哭过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对风思念。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文言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人团圆。日东小雪十万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做备了到位的是新竹客家鲜米开发的先期，今日变做是菜地同春药的米仓哦。到了到位的，除了上田松树本也为配味无嘅优点以外，今日民族带领大家来历吃了到位嘅真正美食，行家看下土地直接回馈本人也到嘅好美食哦，来哩。廖家庄是新竹平阳当个历史悠久的客家传统市路，故名按到廖庄来。伫客家人伫新竹开发时当个有带头的天飞，而后连沙来到台湾的林乡宗亲，就伫廖庄来顺风过去的市路，又按照新亚木。伊俩适合湿地，如果安尼林乡的吼，会同好。伊俩林乡有3只同好。一只同好叫西河塘，第一只同好忠孝堂，第3个同好叫问礼堂。哦，就我呀看得到，你来这些看到东古老的建筑，全部都係嘅世界陵墓留下来。留下来所嘿，安尼俩的所在按照新亚木，伊俩算台湾第一只文化保存区。第一只哦，哎呀，都有意义嘅哈。都有意义嘿。老师，这是什么啊？哦，两都的传话墙，因为新华府的祖先吼，对台湾250年的纪念。哦，因为你想法都要几房都会大老婆、二老婆对，伊俩嘿，伊个向前的 T 4来。哦。向前的 T 3来。哦，原来如此。最顶部的人就拖的后腿啊。迄种后腿的人，嘿。俩都的因为林家的忠孝堂的遗址啊，青年代的素材哦，提出差不多200年的时间呢。因为我看得到，家当初就是用奶哭嘞皮的，对不对？嘿，拢做以前你拢用个奶嘛吼，做为奶转服。刚个天海风，个条纹是嘛个意思啊？俩很多造景艺术，新瓦屋俩吼，都等于是一个活化的地方，有强改种的。艺术家来掠，叫掠，佢哋意思都係講，你掠個雲，插落去倒落去，倒8分滿加
你都要停下来。所以你的眼神都会讲做完事情而留，做唔得停慢。其实还有一项很特殊的地方，都会讲，鸡肉奶转服，了解。好，啊个凤转服。哦，还有咩嘅？凤转服。凤转服，啊个咧，你俩最近的孔古力，你看周边高级高楼大住宅厦，区所以呢，你俩新竹俩，可以看得到哈客家人的建筑历史文化的轨迹，都对俩都会看得到。真紧的。伫新加坡内转播嘅顺头，早就看得到台湾建筑形态嘅发展转变。目前万乃嘅都展现嘅时间存在嘅变化。大体来讲，新加坡了种综合堂做祠堂中心，形成核心式嘅总头，充分表现嘅客家人家族观念、留客嘅文化内涵，系动有代表性嘅记录环境。另外，为了发落文化保留区，延期地度和大业嘅当到特色嘅点嘅，为了嘅空间，加入客家岛发展嘅可能哦。哇，邱玉姐啊，刚刚她又往一天就发现到，我之前呢去采访好多小农东西，都牙岛毕业有卖叶豆哎，我们客家人很爱的米粉，系啊，而且那些行住菜梯耶，系啊，这些哦都是3代或4代都一起在做，比如讲来新竹的，这个我知道，我去找过阿金姐，在地的名产啊，那你做马上我经营安样诶？走进来你会以为是杂货店，可是这个杂货店太妙了，卖的东西老黑一般的店面买唔到哎，你去哪里收集回来？我哋店底部卖的东西啊，吼，按照人日哦3串吼做在事业度诶，比如讲当日啊，我有到农夫去照新啊，吼冻新鲜都垂染着个诶，真的。然后按照了4季的蔬菜，那根茎类，吼，爱记得会慢慢送过来。可是你现在岛边熟悉到这么多的农民，我展开时的时间吼，我要参加个农夫市集，所以今日都农友吼，第一点做的东西系自家食的，好，自己吃的，然后自己安心的，还有自家种的。所以两个点等于说是一家农夫市集的缩影。小农要直接面对消费者已经很困难了，那透过你们这平台，而你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保证有稳定的收入？就是说来我这边销售，那我呢就是很有使命感，很有这种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喜悦。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动气、动新鲜，好，我挺长我一看它的理念之外，也看它种植的环境。那这是对我们来讲就是第一项，真的听到我都起鸡皮疙瘩，因为这跟我们在走的路是一样的。对，然后在类似讲少量多样。OK， 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样，像他们来的时候，我也就讲，然后我厉害不？有啊，真的。有时候农友送货也会互相认识。对。哦，比如讲叶米粉啊，嘟嘟爱的哈，啊，其实是讲啊，嘟嘟没有卵来讲，按卵黄米粉没有，嘿。觉得很感动，耶，这都要看到一个就是这么是长辈口中的农业沙比的成分的素养都的啊。一間賣菜田農產品為主嘅社區型雜貨店，從事農產品嘅資訊公開，要持續關心友善農耕、了到新農教育嘅問題。一個存在唔但將本小農得到嘅利益，消費者還較做得啲資訊公開透明嘅情況之下，抵得食材嘅產地來源，為社區提供一個友善、安全嘅買賣平台。哇！蔡英姐，可能今日我帶了按到位食材。係啊，兄弟啊，都係哪來嘅咧？現場嘅呀？倆都係從協會，協會係精神疾病朋友啦，然後比較自家種誒。他們自己經營一個開心農場。對，可以這樣說是。好酷哦！對啊。可是秋月姐要找碧安人熟悉愛的地方，你怎麼找到這個平台嘞？因為在綠世節那個時候呢，我們就在那邊擺攤，然後那個時候就是間接的認識到秋月姐這樣子。好多愛集合在這裡。是啊，沒錯，在這邊來講的話，我們來到這邊把菜連續給各個家庭去，也是另外一種愛的方式。要按到堅果醬，堅果醬，這是
我们在南投水里一个年轻的农友，他本身也是一个钢琴老师跟瑜伽老师。哇，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倒闭会动到碰哎。哎呀，你要是该不卡会碰啊，啊，亲不一款，好大的哦！我不要，我要起鸡皮疙瘩了。这边把菜延续给各个家庭去，也是另外一种爱的方式。种菜其实很疗愈，哎，对，看着它从种子长大到可以卖出去，对，这本身就很疗愈了。对啊，你怎么知道说用这种方式来天数比亚的啊？其实我自己来讲的话，是因为我喜欢大自然，然后呢，也看到伙伴们觉得说，哎，植物对他们有疗愈的作用。那种疗愈的作用在于是说，它可以不在压力的状况之下，想要怎么做可以慢慢来。而且其实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他也建立自己另外一个自信也好，新的生活圈也好，对。没错没错，所以秋月姐在这一方面来讲，对协会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可以让伙伴们他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一方面可以销售出去，让人家知道其实他们的辛苦是有代价的，而不会说，哎，我努力种出来的东西，却不知道要在哪里这样子。秋月姐希望两个素材做得變做推廣小農背後嘅虔誠意，行家本人了解一個企劃，留食材嘅配件、留資源。行家呢點嘅嘅另外一片係咖啡牛人阿志哥開嘅咖啡店，兩件看起來衝突嘅組合，經過阿志哥嘅創意咖啡，產生咗微妙嘅連結咯。现在开始要来烘豆，那烘豆的时候，我们会先把生豆放在这个，哦，要上頭，可以对，看看嗎？上頭誒，对。我也我这边在烘豆的时候呢，我会比较注重源头，在生豆的时候，瑕疵豆的比率就相对的比较低。在瑕疵豆来讲的话，你若把它跟良好的豆子一起冲煮的时候，它会影响到那一杯咖啡的味道，这是绝对的。好，现在开始把那个豆子放在那个烘豆机里面哈。待会它经过这个烘焙的过程，它就是自动烘焙吗？因为我这台是老机器，所以变成说在烘的过程，我们要自己去注意它的火候跟时间。像你个配调的这个步骤啊，对后来人家咖啡的成天样中有去谈。如果今天我希望用手冲的方式去呈现它的时候，我在烘焙的手法上，我会把它烘的比较属于中浅焙。那中浅焙的好处是说，我可以去呈现它的前段的果酸，跟后段的香气跟回韵。另外一种烘焙的方式就是，我现场有做拿铁跟创意咖啡，所以因为我除了咖啡之外，我还会有其他的食材在里面，所以我会有另外一种豆子的烘焙，就是属于中深焙。那中深焙的话，就是去强调它跟其他的食材去组合，不会因为食材去影响到咖啡的一个味道。哇，你刚刚讲到老菜ที่色彩周给好吧，是不是就跟秋月姐那边？哦，是当然。那我希望我的咖啡跟在地的农产是能够做一个结合，不要让大家进来会觉得说，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个体。创意咖啡嘅展现，做得讲係兩件點嘅上磅上聽嘅咖啡。點度嘅咖啡係由曼聽內老巴西所組成嘅組合配方，為了做出創意咖啡，阿志哥會用巴西來調曼聽內嘅選擇，係講濃縮咖啡嘅味道強強嘅，就會減低食材嘅風味哦。雖然天天喝咖啡，不過真的要品嘗很陌生，要請阿志哥教我了。因为其实咖啡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奢侈品，所以你应该是要用一种比较生活轻松的态度去喝这杯咖啡。基本上我会呈现一个 set， 就是用一个冰的跟一个热的方式去呈现这一支豆子的一个味道。我会请客人先喝一点冰的，是，你先喝一下这支咖啡豆它的清甜的味道。那个变的咖啡的话，那个酸和个果汁香味非常的清楚。我是以中浅焙的方式去烘焙，所以当你在喝的时候，你会喝得到中浅焙轻微的一个新鲜的果酸，果酸味过了之后呢，你就会喝到它这支咖啡豆后韵的一个香甜味。所以我们在介绍这个风味的时候，我们大概只会讲我们自己那你去咖又令豆的米头，然后去跟客人去介绍，然后希望能够引起客人的共鸣。
好，故说你行已经先漱口了吼，你下问啊，啉俩比迄小的，一样同样就啉下去甘肃就好了吼。底下稍稍的咖啡啊，你利美西街啦，在入口的时候一样会带一点轻微的果酸，对，但是它这个酸味过了之后，它的后面的那种巧克力还有坚果的那个香甜味，其实它很快就会带出来。因为以我这样子的设定，可以同时喝到2种很极端的温度所呈现出来新鲜咖啡豆它的特色。接下来这个我稍微参与一下，香瓜。罗牛奶就是我们讲的 latte 了。对，那香瓜我们是用新竹在地的无毒的香瓜，所以你现在看到白色的这一杯呢，它就是用牛奶跟香瓜去打成了一个奶泡。那最后呢，我们再把我萃取好的咖啡，然后去加进去做组合。你知道吗？而奶泡喺打到油啦油嘅，反正而我老豆都係食嘅幾亂搞，鬆杯嘅成靚油啊呢，還有淡淡嘅香瓜嘅香味啊呢。你慢慢的食到下杯過後呢，你會感受到那個原汁的咖啡液，然後那個牛奶的香味3層合在一起，那怎麼樣講呢？有一種苦中帶甘，甘中又有一些嘅甜蜜嘅醉味啊。第二隻個嘅咖啡店底度冇當歸嘅咖拉火，沒冇特別嘅甜點，只有單純一杯香料咖啡。阿隻個用點到季節性嘅農產品，打造出創意水果風味，希望用客人上嘅態度，撈咖啡、撈農產嘅美好，直接回饋本來到兩味嘅特產嘢。當初一開始在第一家店要開的時候，其實很單純的是，好像覺得做咖啡很簡單。等到自己去開的時候，發現其實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因為你背後其實你要準備的東西其實非常多。一陣子下來之後，後來發現就是沒有辦法去負荷啦。對，所以後來第一家店我們是把它結束掉。現在有機會再開第二家店的時候，其實就會希望設定一個就是跟市場上區隔的差異化啦，然後走出自己的特色，所以第二家店才會選擇就是除了咖啡以外什麼都不賣。所以來到現場，我的客人其實進來他的目標就是很明確，就是要喝咖啡。對，其實開一間咖啡店不是我們想象的很簡單，對不對？黑狗，你真的要簡單的給大家一些建議的話，經驗分享，你們讓這些想開咖啡店年輕人分享。我現在會認為說，其實咖啡的這個行業其實一點都不夢幻啦，因為它是一個不準時上下班的工作。然後你說當老闆嘛，你什麼事情都要自己來，然後有時候會比一個員工還不如，因為員工不願意做的事情你都要去做。你可能去一家咖啡館，看人家的吧台在製作的時候是多麼的帥氣，多麼的文青。那等到你自己去開的時候，你就發現事實上站在吧台的那個時間，大概只有佔你整天的1/10而已。剩下90%的時間，你要去思考着說啊，我今天的貨交不夠啊，明天的貨款付不出來啊，然後我又有水電啊、燃料啊那些的費用，所以你必須先知道說，我們這個行業到底要做的是什麼東西。先找出它的價值。對，而且同樣一個區域裡面開了10家店，那你跟人家其他9家店的差異在哪裡？我覺得這個是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先求穩再求好，係阿志哥累積的按多年經驗嘅神奇建議。夢想老現實之間，天操愛得到平凡。雖然實實派高，唔過佢從來唔是後悔，因為做夢食材嘅工廠，行係一陣豐富嘅里程。啉得嚟一杯好咖啡，沙丁就睇得捱老秋月節，用小農齊齊嘅食材嚟做料理了。简单的米稀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料理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对不对？係啊，我哋當日接觸的農產品來講哈，就是非常新鮮。我常常說這些農產品啊哈，就好像是農夫的作品，他們已經很用心的在種植，然後那這些鮮美的滋味，我也希望讓客人感受到。其實我很喜歡那樣按用周料理的工廠。
因为你已经买到了很好的作品了。古手你做一些时间，你不管怎么做，你都不用担心不好吃。按照咧新鲜的蔬菜也好，水果又好，给最好的字母还该签上面。所以在我这边每天供餐的这个做法上都是很简单的料理。你看东东 set 哈。漂亮，对呀，看的心情就很好。对对对。看到俩的按讲按色筹的时间，你会特别对他们有感情，胸都给他掉吼。因为有谈到该系透过按照信步关系，风信子，给透过一群朋友，按走过那段陪伴的过程，给种出来出来。其实真的好棒。那时我想到记得开始种，开始采收，安样的故事。我咪希望讲，那种的菜到底有冇人来煮本台这个下中意？看了就心情很好哎，而且啊，你有注意到我用的系竹嘅做的，嘿，竹嘅做的到树嘅做的东西这该不会是小农做吧？其实咧也系，有啲老人家嘅手艺吼，见到减少，有啲人需求，所以吼，记得等于讲半退休的状态咧。但是我咪透过朋友吼去亲，按照做在做啲小铺子，哥哥同人分享，按照又做在使用哈。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回到比较低塑的时候，好。按用就做的嘞，做的，按照水木一定要好，按照加一加酱料，要按照坚果酱。坚果酱，这是我们在南投水里一个年轻的农友，他本身也是一个钢琴老师跟瑜伽老师。哇，又是一个故事。主食是用来显示食材的样面，唔是拿来炸脱黏味的本质。啲料理方式越来越复杂，调味料嘅选择白白用嘅英文嘢，秋月节点都行。用最简单的方式呈现有山作物天有的奇特。这一餐呢，就是很多故事的总和，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爱的总和啊。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个温沙拉哦，里面有这么多人种的好东西在这里哦。两个卤肉葵，它的口感就不用我多说了。我要特别来强调一件事，就是两个坚果酱，它那个油脂呢，它是规整个包的力量给吹做沙拉很棒。还有咬其他的东西一定没懂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吃到就是秋秋按钮跟稳土按钮，食物其实可以很自然，然后每周的懂简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这边我们农友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再来呢，消费者也是一样，他又认识了农友，或是在我们平常这边客家文化园区里面，也有一些来自社区的市集。那我们都很鼓励这些大小朋友，然后能够在这边多认识一些农夫的朋友。所以新鲜、简单，然后再就是讲那个滋味的甜美，我想每个人都会去感受到。刚开始的时间，难免会遇到一些可能无按顺序的时候。你还记得给我是遇到的嘛较困难的事情哦？刚开始的时间哈，你要提防无按老面无人他们都要，也没有人教我们，都是透过自己的想法来经营这家店。可是呢，我常常会透过接触到这些农友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就是我能量充满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样，回头来我很感谢这些农友，很感谢这些食物，它让我这些挫折都变成很棒的养分。秋月节像是一个讲村里的人，分享点小农背后的精彩。啲办法可以塑造世界料理地图。用永续来延续对土地的尊敬，听听秋月节的慈祥笑容，今每日食嘅特好，都啲心肝度加添嘅一种笑意。真正嘅人一路行来，总系心怀感激，失败困难都系养分，乐观面对，总会行向春暖花开。沙丁落嚟拜访，那我一个纯粹嘅好明星。你好，你好，哇！今日又来潮人一特别有捧糖，有肉捧的，对不对？讲为主，关系客家人，元旦做工厂时，唔过工作嘅压力，本期有尝试跳唔过去，深深嘅考虑过后，决定辞退元旦嘅条路，转到屋卡做第三台嘅经营人，就得有时间好好留屋下人休下。
义乌卡人嘅感情咪越来越薄弱了。哇，为咗真嘅嘢豆皮係凍到碰誒。哎呀，你是该不开碰啊？你是那年去国内是都喷喷的。那你先喷我好了。甲惠州哥，你豆皮啊，也嘅碰嘅有分嘅品種咯。台湾有碰哦，那就购买洋风，它那个叫意大利风。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叫台湾风本土的，不过那个产蜜量比较低，攻击性也比较高一点。蜜蜂是一个母系的社会，他们就最高层就是女王蜂，然后再下来还有雄蜂，再下来工蜂，工作的工，当守卫、当清洁、当找食物的很多都是工蜂，主要分这3种。来，亲不一款哈。好啊，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收成的。今天天气很好啦，吼。我不要，我要起鸡皮疙瘩了。这边有女王蜂是不是？那看到嘞，这个它怎么有荧光色？确定吗？因为我是客人，我怕它会弄客人嘞。天哪，我要昏倒了，好香哦！你看，碰到是出来的。它松果已經有誒，我看到甜甜的。今天天气很好啦，吼。我不要，我要起鸡皮疙瘩了。你有密集恐惧症？对。哦，好恐怖！你看到啦，手没有的亮亮的，会反光的，那个就是蜂蜜。熟成的话，它上面会封一个盖子，把它封住。哦，其他的会老几天的。还没有储存满啊。啊，他们知道满空年了呢。这边有女王蜂是不是？啊，那看到嘞。这个它怎么有荧光色？你想刚才看到那个女王蜂，我有时候拿个荧光笔把它点一下。我还以为它生来就长这样子。你想哪看啦？你送不动又通的，是不是下冲？确定吗？因为我是客人，我怕它会弄客人呢。那你顺条那用片那好。这种的冇叫爱哦。那好，你那好，其实因为钓鱼，钓下就是不会的是钓鱼咯。那好，那我成功了！天哪，我要昏倒了！你又下又通诶，其实会下冲。然后呢？不，经常让我再挑战一下。我既然已经呢，你刚才已经挑战成功，而且我上来送拜新年前一早要给碰头的时间，我还不敢拿哦，会被我感觉它已经变强壮了。好，你看看，还忙。还没有工作满，不过这真的太危险了。我要是不小心掉下去，我就死了。好，给你。好，许梦怡。可是秋娘它甜死边发案台，现在台湾做的公司有2种天气，一个就是爆冷，一个就是爆热，而且特别这几天寒露水都暗抖。对啊，你想咧落台水吼，该毛不会发吼，是不应该水打贴的。我就手会通扫，还是啲经验发快好。发快好吼，狗汁就会卡贵，其实少，是不是贵？故说那个红桶啊，其实跟那个一方面会反映出那个太自然的变化，对不对？再来农药问题也是影响很大。农药不会马上致死，可这样会让他们错乱，慢性中毒，回不了家。所以这个也会让我们损失很重。所以那个农药的这个问题，还有加上这个天气，所以我叫做天灾人祸一起。真的。爱因斯坦是讲过，係講碰嘅啲天球空消失，人類冇辦法發高新年。碰嘅老環境搬唔開，係生態堅強嘅指標。因為你啲食嘅食物當中，有超過1/3嘅作物是要話靠碰嘅樹粉製造的成分。惠州美講，但香港今年碰糖嘅菜蔬，就做得只看啊，水果今年收成好也唔好哦。哇，你啊真嘅係反正呢，蜂巢哦，两个有这个盖子是什么？你是碰啊？蜂蛹啊。地部会去
台的时间该碰的时会走出来。真的哦？那现在我是要大家都不用都去 Q 它搞吗？上领双袂啃起来，那用切开来。啊，这真的是满的耶！这可以吃吗？可以哦，这一片可以哦，你吃吃看。好香好浓哦！切好蜂蜜就开始流了，就好我们赶快放进去赶快把它放进去。哎，好，放下去，哎，用煮好诶，轻轻的轻轻的。转。做乜该做唔得调台的咧？你调台里的时间哦，碰汤会出来，嗯。谁碰纸马会走出来。哦，跑出来，那不就死掉了？是。呵呵，好像这么快啊！因为你刚才跟我说要小力一点，我就不敢弄大力啊。哦，很多吗？好多哦，你还已经全部走出来嘞！哇，很多吗？好香哦！你看，要碰汤是出来的。哦，真的有哎！你看，它松果已经有哎，我看到金金的。非常的香，而且呢，它不会说很腻，可是好清新的味道。香味其实很多种变化的感觉。你下时间菜的是该茶花汤、百花蜜。哦，百花蜜，好棒哦！都是哈。单纯嘅烹汤係有層次感嘅甜，食落嘴度會分泌後藍水，香味有無同樣嘅變化。調和蜜是有固定嘅香味，食起來一種甜味。暖燒過後，香精味當鮮味。台灣重要嘅烹湯種類有牛年蜜、栗子蜜，含家啲多種花糖植物同時開花，混合菜色也做到白花蜜。食起來較甘軟，香甜好食，福味芬芳哦。黃媽媽，剛剛呢維州有講到啊，你懂維州料理？哦，冇啦。還有先出賣你一下，說你的手藝超讚的。冇人啦。狀況二太子喺屋下學烹藝嘅天二胎，此時啲烹飪太嘅，佢都會老阿爸聽書學烹藝。都見未係來嘅在屋下上學過後，會後請太嘅支持力。運用嘅老料理結合烹湯，相信王媽媽最強烈，一個老記搶高啊！他做蛋糕準備這食材，應該不難猜測要做沙拉，對不對？要做沙拉。真嘅吼，較簡單呢，吃原味的。對。你啊黑嘛該東西。你係蜂蜜醋。酸吃啊！哦。來調味。哦。哇！你還可以烹湯酸吃啊，甜酸的，當溫補誒，而且烹湯就用迄東西哦。所以這待會要用。對。好。用白粥。你要是先燙蘆筍。好。啊，用個湯幾久誒？差不多燙誒有1分鐘，差不多就做得。1分鐘就做得。因為燙就做得了。哦，OK。啊，維州會天數唔做菜嗎？啊，你家沒會做。你其他沒會做啊？妞。可是他會煮給家人吃嗎？會啊。真勁哦！心心好男人呢哦。好，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果浪水哈，我搞個汪嘿。好。OK。還可以洗內關的咧。加來擦絲。哦，串席啊，這個小 case，維州也會這個嗎？會啊。他講佢做來這樣快點沒有？錯。可是佢出條路識到好，佢做來唔會少誒。唔會後生因佢有上來接很好。真的，你還懂得自己嘅？錯。真的。因為加工了到呢，冇人來接嘛，佢來接買到很好條。真的，你這種關係啊，兩種一個來啊。生了過後，俺張迪講，馬該很多蒸給我們講的蜜汁滷味，就是這樣子，因為要蒸給係不用烹調。哦，喊你還沒救命喲，God，全部就會人家講嘅烹調酒。對。總後一起。早晨看見維州啊，還有阿公爸爸他們去豐原的時候，
那个工作真的很辛苦错哎，你是因为你加爬楼的时间你都不会怕哦，我好害怕哦。唔会啦，管诶，你之所以就等着爸爸去做，错下有啊，真的做往年啊，你都有通常爱去做。你几多岁开始安尼？差不多15岁些读书的些，基本上了的因有喙了，我都基本上就一天学完天做往年嘛，伊都会做碰的些。那你有没有算过你被碰的调到几多摆？哦算唔清。也冇办法记的。你替摆不调到的时间，冇吓到嘿。还好啦，因为我都有个心理准备，碰清楚会掉音啦。好勇敢哦！伊掉音的些冇人先预告，伊上来掉些水下拢，所以恁都根本就冇准备啊。搭地温润香甜嘅烹汤，都係經過辛苦打拼嘅結晶。黃媽媽講出嚟，學烹藝嘅人家成分以上，咁演做歡喜書，相信對佢哋來講，所成嘅下一定係黏黏嘅歡喜流滿足。地雲沙拉蛋糕也都會發奮過後，沙丁就做得來做下一出甜甜好食嘅料理——烹湯撈麵。老杜寫法有乜嘅特別注意冇？因為東西有得下做啲攞啊叫，有得做唔得攞啊叫，所以東西表來順序。順序等重要，對不對？嘿那我看你好像大致上幫我先分了，這個是不是撈青椒誒？嘿，錯。好，所以這個要先放。你也是講調油你都還蠻落。哦，調椒係前面撈嘅。調味先調好。好。啥下來呢？你也是豆腐乾先俾落。點解？嘿，你豆腐乾攞下叫到啲梅頭讓味落去。那較溫潤嗬。嘿，好，你也要梅同浪，你豆腐乾要咪含奶攞啊。好。好，跟住做啲到烹湯落去。烹湯啊，了解。嘿。可是。而加烹湯落去，太加一天我上我哋兩個烹湯，大家泡床都不敢泡熱的。陽光溫泡飯機，我們現在拿來滷 OK 嗎？因為愛嘅梅頭，所以愛犧牲到伊到嘅營養。烹湯嘅東西，佢係健康，佢係單糖，對我們身體沒有負擔。哦，你下烹湯飆落去一下誒，就已經批到夾個香味散出來。沒錯，煮的時節可能多少還味會香味會消失掉一點，所以我是講6點加紅葉青紅果種的是梅頭油下。再點綴一下。對對，讓味下香。辣椒不用落去。辣椒哈，還有我愛吃的那個茭筍呢哈，哦，好香哦。拌炒一下哈，調一下。哦天哪，這太下飯了吧！烹湯食材係煮食嘅過程地度，本料理變到含卡針嘅靈魂哦。啲食材也未金黃色，體現啲飯做蛋糕上到熱。生下來掠出烹湯嘅酒，使一罐純嘅烹湯酒，簡單嘅技譜誒，就做得做出也無香味衝人嘅好東西哦。冇想到吼，你看那個烹湯啊，一般來講就是最多就是泡茶，做沙拉可能已經極致了，竟然真的編出料理了耶！而且今天啊，黃媽媽就打破所有我們對於烹湯料理的迷思，可以加熱，對不對？比起一般嘅湯的話，它其實更健康，營養在裡面。對，真的，所以這樣子冬天夏天都可以吃。哦，冬天希望大家多來光顧啊！哎，你先來是撈麵的部分好不好？好啊。聽說這家常菜是你最愛的哦。來多少食料？真的應該可以配好幾碗白飯哦。我哋從來先試看看，有鹹嘅梅哦，哇哦！生料過後，俺張迪講，馬該按照正經我們講的蜜汁滷味，就是這樣子。咪呀，正經係不用烹湯，係乜下去啊？嘅烹湯嘅香味吼，俺家都是咁樣，我散開了以外，它很奇妙誒。不然家都會吃個起個烹湯的時間會酸酸，可是它現在轉成非常的甜又很細的口感，而且重點是嗰個香味和當酒都掠到位嘅。我煮了一口接一口，我大概是去凍到無人盤。真的。誒，除了有老毛味，嗰種凍時聽嘅嗰種冇強用凍好食。而且我們在煮那麼久，它營養豐富強很足夠。對。加這種
碰到东西，是落嘴毒，它香味还会在嘴毒内揪揪，它都唔会讲摸呢。对，我袂该用加的哦，一直的果糖浆、玉米糖浆，加一些香精，加一些色素，然后去调和出来的，所以你吃下去你会觉得很死甜，对，然后会有一些那个，就是讲的说吃到味精色素那种不自然，喉咙吃到就觉得口干舌燥，不太舒服。对对对。沙哈雷啊，这一道菜我真的是我的爱。你有没有提供哎好食嘅酒啊？哈，试试看，可唔可以甜哦？越酿越好。哦，哦，哎，真的有香气耶！我不能太浮夸。是介酒的崩盘。崩盘哈，也太香了吧！而且连哈哎披头的米头，这个就是真的叫妈妈的味道，因为只有妈妈都不卡煮的给酒才会下这么多酒。哦，含娘的酒蜜哟，尬的。你也全部全酒吧？哎，对。你真的是全酒？对。全部就会人家讲的捧桶酒。哎，对，你若掺水咧，些个酒梅是蛮香。真的，你知道吗？人家生落去个时节啦，个酒味真嘅懂了。可是两下吃过后一下的时间，你要后连头会转晕，有略的一些捧桶的香味散开了。哎，好神奇哦！还有你又觉得不会辣，外面吃到的烧酒鸡什么的，它其实很辣口。对。你要去上昆啊，加个米头，哎，你就会找到它那个香味的线索，真紧请得到哎。因为碰汤的酒去冻顺，比如讲是大肠那是咧讲吼，是落天日跳那嘛唔会痛，后来就唔会胀。碰汤去润的东西。我们一般酒是都伊都因讲天日跳那不要滚会痛，后来会燥燥。对。碰汤酒唔会。真的。列出捧桶嘅酒，好食到唔知要釀嘅程式。王媽媽是太本錢，投入差唔多幾盎嘅捧桶酒，為阿伯雞湯加入嘅最濃嘅芬芳，用天然捧桶推理嘅砂糖，唔但將對空氣下較好，又比米線加分。今日食材當有食落，享受到純正嘅捧桶泰餐哦。你要点点吗？刚开始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长的时间，3年听听，就是因为维州哥转了一些开始做，算是转型嘛，对不对？刚才最先不卡是又小碰了哦，我唔会买，通通批发给别人啦。该几家买是从妈妈钱啦，做的是茶系辛苦，伊人家做了家那是种。种让爸爸妈妈总是按甜呛松。你们家系好商人呢，逢生意的，就是你家讲的行销吼，然后给他用看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各种东西，甚至连它都用入平台上面做的行销，这就是突破了上一代传承下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突破的部分这样子。因为后上烟机的经营理念比较符合你系统。因为以前那些啥传统是洗走，有些是贵批本的，唔会像批了你讲有下为行销。因个做了店面生意哦，该因来时候因交朋友啦。该我最先嘛下唔会讲话是这样。结果一个几多700，卖两个几多1000，又打这把毛。跟你有用伴助力。该是慢慢练啊。我以前伫该共创做该工程师啊，我唔是讲话的啦。我以前做工程师哦，我朋友唔伫我不卡又碰我的。因为你没讲话。对，刚是讲话。我店面一块啊，我以前的同事叫做你不卡又碰哦，我伊哪做？按叫伊冇人讲咯。你要在退休。在退休。反正我想把东西嘛是动完的，我做的东西是动好的，我想本本沙地啊，然后本来爸爸妈妈又下强送，对，还有动爱下提上台，还坦白讲，俩做下又印地卡提起台，第5代，做的真的把它传承下去啊呢。架工跟样式做啊好的到你，我看应该也
半世纪了吼，有嘞50年有嘞。我看到阿公也跟你去丰原嘛，对不对？丰原跟老边，阿公大概有让我们进高台，嘛该还千万要守住的嘛。记得讲啊，记得讲，俺要碰到的，你买不比赛是最好的、最准的，总得买点解冲动总得。因为佢的形容是上机改下是打下来形容，莫当啊到俩当然是放喺度。大白天。这个是最重要。你想想看哦，50年好了，没买过一滴假的膨筒，这有多难的坚持？对呀，而且我坚持做一件事情已经都冇简单的，香港的坚持两件事情呢，按辛苦特别多的，就像是蜜蜂一样，你当年呢要去采这个花蜜回来。每一天的勤做工，其实这有一点也像你客家人的精神，懂事苦耐劳，懂事周完呢，对，没有错，你讲对了，很忠的那一颗心，这样子，很讲信用，对，不错，是到人家倒闭的碰筒，绝对可以安心。维州还讲一句话，我刚才问他说什么是纯的跟不纯，他就跟我说，反正吃他的蜂蜜就对了。对，正确，100分，真的。对这公鸡台传承到维州，一直无变嘅经营理念，就是坚持等真嘅核心价值。了无卡人長久下來堅持嘅，底下有各種嘅聲音，追求個理想嘅事情當中，涵蓋顯示出可貴嘅精神。對維州來講，這係佢投入嘅初心，實際嘅想法，分享對亞地土地來嘅甜蜜。米西，今做的真正嘅呈现色彩，意思就对嘞。秋月节，佢做人當色彩又當布色，經營呢間雜貨店，俾了老人客分享彩體色彩嘅真善美。隔壁牛人阿志哥，乜嘅事情都自家來做，卻俾了老人客分享最直接嘅隔壁。維州哥堅持嘅加工嘅想法，我嚟買呢一啲都冇參到。最純嘅捧糖本人客，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下晝學面試，你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歸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線。18年，四季輪迴又一年。